入手窗口嚟啦，143平方4房單位，客廳40平方，橫廳設計，南北對流，露台10.7個平方，你又啱唔啱用啊？呢個景 A 房8.6個平方。B 房間19個方啊，C 房間7.2個方，D 房間10.9平方。客廁5.3個平方。廚房7.7個平方，想買你自主打3個6，我幫你分析。